公布第三季营收570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6成，嘛带动今仔台股一开盘就起超过900点。中华关园林一个45岁查甫驾驶，亲像食毒塞车，弄死64岁跳搁摆民众又搁逃走，遭互警方抓到移送法办。高雄外世界之前红弹粪扫，民众检举田寮区的省道又搁出现粪扫山，环保局发现粪扫拢来自台南，有可能是同集团干的。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1月20公司台语台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中华园林伫拜二下晡有一台轿车弄死一个单车红顶桥奥多摆的民众，这台轿车弄死人，唔若无停落来，竟然就直接驶走。警方昨下晡嘛已经抓到人，嘛发现讲这个驾驶亲像是有食毒塞车，嘛已经甲伊移送法办。民众骑机车当咧等青红灯，后壁白色的轿车动都无动，直接甲机车甲人弄甲倒翘翘，但是弄到人，驾驶竟然阁直接驶走。附近车行听到声音，赶紧出来斗相共。我那时候坐在这边吃午餐了，车就人交过，啊伊冲，我就冲出去要见车牌都看无。后来我就看到报警啦。这场车祸发生伫拜二下晡，园林市新义街甲湾路路的路口，计共造成3位民众受伤，其中1位姓高的民众轰弄倒了后，阁互逃走的肇事轿车交过，伤势严重，送医治疗嘛是救无倒来。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伫拜三下晡抓到这位驶车69年厝姓陈的查甫人，初步调查，伫发生车祸进前，因仔亲像有食毒。园林分局员警于昨19日下午3点10分。巡线在园林市三角路一段拦查一辆自小客车，弃获涉案的陈姓男子。到案，车内另有陈姓友人2名。经了解，陈姓等3人都有吸食毒品的情事。警方表示，顺线查车抓到人的时，车顶阁有嫌犯的2位朋友，伫车顶嘛有抄到毒品。经过了解，3个人拢有咧食毒。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失杀人、过失伤害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美国 AI 晶片厂回答，昨公布上新的财报，表现阁比市场的预期阁较好，营收甲利润拢阁创新高，嘛带动美国科技股搁再起价。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强调讲，全球各地拢会去 AI 工厂，需求是真旺。美国总统川普又阁讲到讲，回答甲因的台湾朋友伫美国去晶片厂，嘛强调讲，甲台湾合作会当来扩大美国晶片的产能。在美国华府举行的比赛投资论坛，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讲台，讲到 AI 新一轮投资日调，回答上进财报阁拍败华尔街预期，提出了中心甲 AI 复合器出货强力带动之下，第三季营收570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62%，也看同整体科技股走势。黄仁勋伫会场中回答形容做全球 AI 基础建设的核心供应商。We worked together to get this company started and off the ground, and just got an incredible customer with Elon. Could you imagine a startup company, approximately $0 billion in revenues, now going to build a data center for Elon? 500 megawatts is gigantic. This company is off the charts right away. 除了有中东资金加持，黄仁勋最近连线到台湾，强调无代志电都无回答。川普伫刚一场论坛致辞时，特别讲到回答甲台湾朋友，伫美国去晶片厂表示要放任高科技人才签，互台湾工程师先到美国带头教学，了后搁将技术交予美国本土劳工，互外界看出是对台湾半导体关系上新背书。Jensen, I don't think you can open up a big plant with your friend from Taiwan where we're going to have 40 or 50% of the computer chip business at I don't think you can do that with people that don't even know what a chip looks like. Do you agree with that? 不过，就伫回答财报，搁一摆互人学落的时阵 ，AI 是毋是过热？估计是毋是提早反应，也是华尔街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回答有真大现金甲技术优势，对起来有关是带头者。不过，长期来看，那产业为大型有见无形，转向其他 AI 结果，回答也要继续创新战维持领先。NVIDIA are in somewhat a better position than others because they're sitting on a huge pile of cash. I would say the bigger risk is to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taken on a lot of debt, new companies like CoreWeave that rent out GPUs.
面对 AI 引擎甲最破化纪录之间，黄仁勋提出新一代布莱克威晶片，抢攻全球云端甲企业订单。川普将 AI 晶片甲高阶制造看作是美国甲中国、欧洲竞争的关键战略产业。为扫地 AI 资料中心到美国本土晶片工厂，甲台湾的晶片供应链，未来几个月回答财报恐惊也继续撼动全球资本市场前景。公司新闻陈慧欣报道。回答第3季的业绩甲第4季的营运，拢比市场预期搁较好。昨午股价嘛起5%，台积电的 ADR 嘛起2.6%。今仔台积电的股票盘中嘛起65块。AI 相关的类股今仔嘛伫台积电的带动是反弹，包括台积电、鸿海甲半导体设备等股票拢大起。台积电盘中是起65块，起到1460块。台股今仔早盘嘛大起超过900点。再来看今年的9月底，凯基金控的子公司中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公司有一个企业的副理，被指控甲诈骗集团斗空，甲3亿元的钱汇到境外口座，钱嘛拢已经领了。这个副理是讲，伊嘛是受害者，是被诈骗集团骗去。也毋过，凯基金控嘛强调讲，已经对这员工提告，绝对是袂去影响到客户的权益。我们提供完整训练，持续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卖翕宣传影片就杜比干部，有超过70万股东的凯基金控，孙公司中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公司，主要是咧替客户做资产的管理和股权的投资。今麦标出弊端，有高阶主管洪指控和诈骗集团斗空，共走公司几亿的资金。海基金在11月3号跟本局来通报这个重大偶发事件，内控是有些失灵的吗？这个我们还要再去做相关的理清啊，这个就是我刚说的，我们还在依起行政程序处理中。面对倒转的风波，银行局证实已经接到凯基金的通报，发生重大误发事件，已经启动行政调查，要厘清凯基金敢有疏失。专案是发生在9月底，一个姓叶的查某妇女涉嫌无经过授权登入公司网络银行的账户，甲1000万美金，差不多3.1亿台票汇去境外，已经拢互领去，检方18个人拘提到案，向法医生阿准啊。凯基金发当信说明讲，一个员工涉嫌和诈骗集团斗空，事实单一员工的犯罪行为已经对伊提告，各项营运维持正常。不过涉案的妇女法院案讲，伊家己嘛是受害者，去信着对方假检警的话术，才会照伊的指示来操作。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任吗？金融业互家己人创空，毋是第一摆啊！但是银行有理专，就捌偷领客户上亿的资金，已经互判刑。汇丰银行、天母分行同款有理专，甲客户的资金超过1.4亿摕来用。即摆凯基金旗下的公司钱互偷领，有学者讲风控、内控都有漏高的所在。你想想，他最后要放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出去啊，所以这就是他找到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里面一定有瑕疵，说不定有共犯。内部控管没有问题吗？绝对问题很大。虽然凯基金强调讲客户的权益无受到影响，但是公司大条资产流失，同款是引发质疑。学者嘛点出讲，必须要定检视内部的内控、法准和系统三边的运作拢要落实，才能有效防范这种状况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寒，中华分校有一个国小的老师伊18早起带学生的慢跑的时，有可能是温度上低影响心脏病发作昏倒。经过抢救加在是有救回来。医师嘛提醒民众，即马天气变冷了，所以运动进前就要先互身体还小热汗。穿乌衫这个老师18早起8点外带学生走运动场，结束了后徛咧开讲，错向倒向下，当场无喘气无心跳。代志发生伫咧中华分校国小，迄当阵学生随通报学校的护理师甲教职员，持续改做 CPR、AED 电击，听候救护车到位。现场小朋友马上通知我们的护理师还有教职同仁，那我们就马上分工合作进行 CPR、AED 的急救，还有通知救护车到场。那后送途中，我们建立输液及血糖检测，制作心电图，给予线上指导医师判读，后送彰化基督教医院。学校的师生到抢救，结果由消防员接手，了后送中华基督教病院。到病院的时阵，分别指数是9，确定是心脏塌气了后，随做心导管的手术，抗心脏镜仔。目前已经恢复意识，生命现象稳定，要伫家护病房。目前意识清楚，生命真相也稳定，然后也有及时做心导管的手术，放了支架。非常感谢就是校方他们第一时间的处置。台北季风持续影响，
中华县10八这一天，就发生3件到病院进前无喘气、无心跳的事件。气象署讲，19透早北部上气温干那12.4度，中部13度，南部15.5度。医师提醒，气温向上降低，若要运动，就要先暖身，甲补充水分。运动的话，一开始应该要先有至少10到15分钟的暖身运动，避免一开始就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再来就是冬天的时候，通常人可能会忽略水分的补充啦。另外，高血压甲心脏病拢是高危险的族群。若出门头壳甲颔骨都要保护小。若是胸坎杂，胸坎会痛，数据无力等，都要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每当有超过81例鸡卵，其中有7成拢是饲伫笼仔内底的鸡生。虽然有4间卖场捌讲因会减少卖这款鸡卵，也毋过调查嘛发现讲，有超过8成拢同款是这种鸡卵。动保团体是要求企业应该得爱重视动物的福利，嘛希望政府得爱落实属完美的政策。台湾当年有超过81粒的鸡卵，所有超过7成拢是饲伫笼仔内底的鸡。环境恶钱，笼仔内底就是鸡屎含鸡卵，利用杀虫剂含抗生素来管理。动保团体表示，这款养殖的方式对鸡母的健康和福利真无好，鸡卵嘛有可能会有药的残留，发生亲像之前分剖年鸡卵的事件，也影响民众的健康。格子笼下面又都是成年的鸡粪，所以鸡粪上面都会很多蚊蝇滋生，那最后就会到母鸡的身上去，所以它养到受不了的时候，它会生不了蛋。那为了避免不要让它生不了蛋，农民就开始拿芬普尼、拿各式各样的农药，就喷在禽舍里面，甚至往鸡的身上撒。有动保团体讲，台湾有4间企业不算是会减少卖这款用笼仔饲鸡所生的鸡卵。不过，其实这4间当中，也有部分企业超过8成拢是卖这款鸡卵。并团要求企业应该重视动物的福利和食品的安全，减少买这款笼仔饲鸡的鸡卵比例。另外，伊嘛提醒消费者，若是要避免去买到一旦看鸡卵顶悬的标示，买好是死的鸡卵，就是用笼仔饲的。它有喷印、有溯源，就可以追到是哪一个牧场。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只有要求洗选蛋、盒装蛋才需要喷印。最重要的还是在政策上面鼓励农民转型，不要再用鸽子笼，不要再用笼养。动保团体呼吁政府除了爱护鸡农资金的补助和技术的支援，帮助因转型，嘛应该全面推行所管配的政策，才通互社会者知影，因所食的鸡卵是啥款成长的环境。有选择的机会，若是出问题，嘛有通像这届分剖年鸡卵，是对种着源头，避免食安的问题搁再发生。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新竹市7天前发现有琉璃虾嘛生断了真紧，即马搁断到新竹县咯。伫科附近的宝山乡嘛有，农业部嘛请专家来教民众安怎来防治。密密的狗虾，互人看了感觉真恐怖。大新竹地区7年前开始出现琉璃虾，狗虾四界蛇，连邻家厝嘛有狗虾入侵，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啦，像无论是树啦，或是我们水果啦，尤其丝瓜，整个都是那个琉璃，整个在铺一层的。宝山乡有10个村，那目前沦陷的区域已经沦陷到6个村了哦。宝山乡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几乎我们大概2/3的区域已经有出现琉璃的大肆泛滥的状况。那希望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啊，那我们也能够确实的防止琉璃的更加的一个泛滥。专家指出，琉璃虾是台湾本土的品种，由于探种速度紧，常常会造成农业损失，影响民众的生活品质。希望透过示范来提升防治能力。油熊琉璃有5个罩门，第一个罩门就是怕阳光直射，第二个罩门就是怕雨水的冲刷，第3个罩门就是它怕粉状物，第4个罩门是怕胶状物。所以我们在居家周围撒一些的国际上很推荐防治蚂蚁的，就是细藻土。另外第5个罩门就是怕油状物。不管在农地可以用矿物油、植物油，就像苦楝油；居家可以用椰子油的清洁剂。专家提醒民众，平常时一定要把食的物件收好，垃圾桶嘛要盖挂，来阻挡琉璃虾食物来源。若是发现狗虾出现，就要赶紧按照专家指示的方法来加强防治，以免灾情扩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佮有参议院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要研究解除台美交往的限制，针对外交、军事等官员的活动来放零限制，说来会交予总统川普来签署开始实施。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嘛表示讲，会继续深化台美交流甲合作，特别是伫安全甲经济等方面。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研究解除台美交往的限制，亲像目前外交、军事等等官员活动的红线。因为这个法案5月已经伫咧众议院通过，出来总统川普签署了后，就当生效。在既有的基础上，来深化台美的交流跟合作，特别是在安全、经济、科技跟文化各方面。川普第一任期，迄当阵的国务卿蓬佩奥就捌废除所有对台湾联络的准则。迄当阵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湾访问，加做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官员。拜登上任了后，恢复这个准则，毋过嘛有放零台美交流。2023年，迄当阵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甲外交部长吴钊燮都去 AIT 华盛顿总部，甲美国官员见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代志关系日本尊王的言论，互中国丢卡当地。中国阁提出暂停进口日本的海产，加日本施压。针对这点，林佳龙讲，中国用经济威胁别个国家的案例是这个讲袂了。台湾应该伫咧关键的时刻支持日本。请我们国人多去日本旅游，然后多购买日本的产品。那来表示我们台日的友好。高市早苗首相，因为他的印太战略或他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安保有事，这个是持续性的，也不是中共单方面可以无限上纲的啦。美国国会报告警示，中国持续提悬拍台湾的能力，可能会为例行性的演习，向转变做实际入侵。林佳龙讲，台湾会甲自我防卫做好，甲友邦共同来应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的巡男卡手无够，海委会要修法来侦派警力上巡男。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表示讲，修法甲两化真势紧张无关系，只是讲有新的船需要卡手。另外，针对中国渔船伫海上盗火、划救命，海巡的新地站随着去斗拍火，15个中国船员是拢平安。关碧玲嘛强调讲，救人是基本的领导。暗暝暝的海面出现真大的火光，海巡署新德南15伫执行巡逻任务的时阵，接到眼前这只中国籍渔船伫台北港西北方28海里获救。第一时间，海巡人员毋但随赶到现场拍火，更成功协助15个中国船员安全脱离。两岸对峙的部分，我们知道，心里恨得牙痒痒，不应该这样子不断的消耗我们的量能。人道救援的部分，你要我不去救，我也做不到。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讲，海上安全是鱼欢喜下欢喜，不过对中国的侵扰嘛是同款严厉谴责。有立委认为，所有运用海洋资源的设备甲人力欠缺统筹规范，这个海上的交通安全的法则无够完善。大家都很习惯，我们要有交通安全规则。那海上呢？现在我国的法规里面，对于我发现它的违常滞留是有罚则的吗？草案送在大院，就是海缆七法。是啊，海缆七法就有非常有效而强力管制的措施，我们就可以要求你要移动到特定的地方。对中国一直侵扰，海巡勤务嘛愈来愈吃力。根据审计部报告指出，海巡军事人力的扩员为2020年底47人，到2024年10月底扩大到867人，而且将近90%舰艇实际人力拢无达到配置基准。海委会进前嘛修订舰队分数编制表底的法规，加派警力上舰。给了你们海委会预算。也给了职缺，可是为什么人还是补不齐？到年底，我们的缺额会降到792人，然后国防部因为会给我们400个义务役，但它是逐步的拨补。新船一直造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修。那以我们的舰长来讲的话，他如果愿意到船上，然后来担任舰长，责任又重，然后他也会失去警职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部分呢，来做一个好的调整。是不是因应两岸紧张情势？关碧玲讲，修编制表是因为演过制度和真侪当人牺牲，像讲警职甲文职待遇无共，因为警职有无共款的加级，搁再声明这甲情势升温无牵连。记者采访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昨暗晡，南韩一架载267人的渡船伫长山岛近海靠打，加载有人拢平安。这架渡船目前是搁掉伫海里哦，也毋过应该是无冰船的风险。受伤人被赶出来，船顶所有人拢顺利得救。19半暝的渡轮航程内底，雄雄飙出一声真大的龙声音，数百乘客惊醒，搁引起惊吓。 막 큰 소리가 엄청 크게 마치 그 차량이 폭파한 것처럼 네 그런 소리가 들렸었어요. 海洋警察厅马上出动巡逻舰艇去现场，搁将船顶人员转送到附近码头。官员表示，这架26000吨级渡轮真努比亚风休之后，目前卡在大洲顶端无法度刷天灯，暂时无点起冰船的危险。这事故发生在19暗时，渡轮为济州岛出发了后，山向港口都市幕府在挖近长山岛近海一个无人小岛附近靠打，有数十人受轻伤。 죽을 수도 있겠다는 생각은 했어요. 네, 너무 큰 소리라서 아 이게 뭔가 큰 사고가 났겠구나. 근데 세월호 때 워낙 많이 봐가지고 이럴 때는 침착하게 밖으로 이동하고 구명조끼를 입고 대기해야 된다. 이걸 알고 있었어요. 근데 많은 사람들이 다 그렇게 행동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当局表示，要在晚后时阵将船拖登海顶，这事故发生的地点，挖近2014年4月号沉船事故海域，迄时阵300多个校外教学学生不幸罹难。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有国际媒体指出，美国甲罗西亚等个参详结束乌克兰战争新的和平方案，风声讲美国的高层已经到乌克兰，今仔来讨论讲安怎来收煞战争。伫托尼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回国之前嘛表示讲，望透过托尼基甲罗西亚外交管道来找出停战的办法。 美国官方高层一丁人19已经伫基辅甲乌克兰国防部长斯密哈尔会面讨论历史性防务协议的落实甲军事合作。陆军部长德里斯科有计20伫基辅甲为通讯机会国的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This is the highest level Pentagon visit we've seen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rump's second term to Ukraine. 根据报道，美国甲罗西亚可能已经私下拟定新的和平计划，内容要求基辅让出部分领土甲武器，参大大缩减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等重大让步。也毋过，华府甲莫斯科拢无正式证实相关消息。 The Americans possibly working with some folks from Moscow on what they say is a peace plan that's been developed jointly by Moscow and some of the more Ukraine skeptic interlocutors in DC. So this is a key moment to I would say get the Ukrainians on side to see where there are points of agreement and to allow the Ukrainians to possibly even push back on this plan as well. 迄日较早，乌克兰官员表示，陆军对乌克兰西部城市特诺皮尔发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造成26死93人受伤。人也伫通讯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伫甲通讯机总统阿尔多安对话了后，表示未来的依托通讯机外交手腕甲莫斯科的能力，找出之前的方法。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до кінця року ми відновити обміни. Туреччина нам в цьому дуже допомагає. Хочу вам особисто за це подякувати. 新闻网站 Axios 18引用秘鲁官员个报道，川普政府已伫甲罗西亚有秘密协商，顶个月伫迈阿密讨论一份28点的战争终结规范，部分内容有参考川普推动的加沙停火协议战争终结规范，除了涉及俄乌停火，也会包括美罗关系恢复甲欧洲安全议题。公司新闻吴文丽编译。 俄战争这4档路过去罗西亚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备，互民众赶人无烧气通用，日子是真歹过。乌克兰的民众就改用传统的航路，即马赶人到路，并说延长的师傅案件是拢接袂离。 专业的路造甲延长清理所青木科伫乌克兰西部上大的都市利维夫这间餐厅详细检查延长确保通风，伊用手机将真的通知翕相，详细看倒有问题。全家己有点惊悬，必要时阵也是爬到厝顶找出它的原因。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造成当天一直停电真悬。路小路造的使用需求是增加，延长的清洁维修服务也可以这个手软。 Ну, напрямок роботи самої дуже великий, піднявся попит. Багато спеціалістів позабрали воювати, або вони самостійно пішли воювати. Ну, в мене взагалі династія по пічній справі і взагалі в цілому по димарям.
Батько в мене був пічник, дід був пічник, і я навчився і вдосконалюю цю професію, цю роботу. 目前全乌克兰差不多50个专业的烟筒清理师，大家拢照叮当来应应当天的需求。所以现在花家事也就是电烧器慢慢取代老式炉灶，真正付出1万保留安尼设备。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进入第4个冬天，罗西亚一直出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想要因贯穿乌克兰中部的电力薄荷，将乌克兰电网分割拍断。互东部镇绘制海岛市有法度为西化核能电厂摕到电力，互黑暗甲寒扰乱民生士气，对基辅当局施加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加强对罗西亚能源的制裁，互因失去5万8度的基础，才有动机结束这场战争。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来看 Google 的台湾新的办公室哦，伫台北的树林，传出讲一档的租金就要涨1万，这嘛是 Google 美国总部以外上大的 AI 中心哦。内底的电源验证实验室，使用电力回收系统，寄出的电脑会感觉传登去台电的电网，拢袂浪费。这也是 Google 位在台湾的新办公室，也是美国总部以外最大的 AI 基础建设硬体研发中心。整个 logo 设计不止镶入主机板，还有环山概念，呼应台湾地形。Google 台湾新办公室就伫台北市树林区，唔来当直接看到阳明山的山景，搁挖进飞达北树科新总部，附近还有电子第5代营业达做厝边。整个办公室加实验室，还有台湾出名的景点，像讲龟山岛来号名，搁较有台湾的特色。伫 AI 基础建设这个硬体研发中心。我那有些电源验证实验室，验证每一个代切物。浪费了电就会变成废热，它会产生热，那你还要必须用额外的空调来降温。那这个回收的意思是说，我多余的电没有用到的电，我可以回收，再回馈给台电的电网。不过 ，Google 选伫树林区新办公室，每个月承租价嘛真惊人，传出月租总价差不多1.58亿。伫办公室的使用是以影像做概念，无论电源还是水资源的使用，拢毋望会当尽量减少。对于这阵啊市场真关心 AI 敢会排斥的问题 ，Google 我哪有做回应。You know, we have data centers, we have our own chip development and chip design activities, we design our own systems, we have our own software. And we're working closely with clients and supplier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f you look at Google and how we're positioned, we believe we're strongly positioned for this AI activity and the things that will follow on. 出席开幕典礼，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全球人工智慧的流行，5万2040年，台湾会当创造超过15条新台票的产值，50万个人工智慧职业职缺，同时建立3个国际级的人工智慧实验室，让台湾成做全球人工智慧创新的重要一站。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湾哦，头一个家己制作卫星的星系福卫8号，按算明仔载要伫美国发射咯。今仔台北科技大学嘛成立 B5G 低轨道卫星人才甲技术培育基地，副总统萧美琴是参加开幕，嘛望讲咱台湾会当来发展太空产业。请进来。太空产业促世代通信人才培育，北科大 B5G 低轨卫星关键通信模组产业人才甲技术培育基地揭牌。副总统萧美琴希望后一代青年袂阁只是抬头看星空，会当加入太空产业。把梦想变成专业，那透过这个基地打造一个属于台湾太空科技以及发展的国家队。B5G 的后一代通信技术，会当透过低轨卫星提供更较紧、甲更较低延迟的全球通信服务。那宽带4颗位的海南独联通信，就会当维持台湾通信韧性。太空科技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领域啊。然后目前全球的太空科技的这个产业快速的发展。北科大表示，已经甲国家太空中心规划3大特色未合成，打造低轨卫星通信人才培育体系，3年累计培育约2000人次，应用产业需求，学校建立卫星射频机器、通讯信号甲低空轨道地面接收站3大实作场域。电子学院每一个系，其实我们的专业都有足够的知识可以来做这些系统，但系统的整合那个才是关键。以通讯来讲的话，其实目前看起来也是很缺人的，就是以至少现在的环境来讲的话，至少我们看起来蛮多业界的人其实是正在一直在找人的。
教育部经费支持，1亿2300万，北科大串联附近大学合作，也甲企业合作，透过系统化养成，为台湾太空产业发展注入未中断的人才动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是国际儿童人权日，有立委甲技术团体开记者会，指出讲有84派的父母会伫网络来分享囡仔的相片，这恐惊是侵害到囡仔的隐私。伊嘛呼吁政府修法来保护儿少的影像甲个资。看囡仔古水，真侪父母就想要甲相片也是影片传去社群媒体，毋过这就要注意啊！这个行为可能互囡仔个资流出去，有民间团体就提起讲，这有可能致使讲亲像囡仔的名，伊伫咧倒位读册、生活习惯，伫咧网络顶拢查有可能就会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家长过度晒娃的行为，或者是有时候这个学校办活动那把这些活动的影片、照片都放在网络上面、云端上面供大家下载分享。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有哪些人就有机会来观看这些有效的影像。根据家福基金会调查，即摆有84派的父母会伫咧网络顶分享囡仔的相片，当中有21派是汤巴摕，这拢对囡仔造成隐私的伤害。尤其是台湾的政府，即摆对低影音的演算法拢无强制规范，会主动推送色情、暴力甚至是诈骗的影片。民团就惊愈细汉的囡仔愈交互演算法牵咧行，无了解网络引起心理健康的风险。儿盟做过一个社会实验我们就申请一个账号，设定他的人设呢是13岁的青少女，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社群平台就推播了一些，譬如说铅笔腿啦、自杀自残的这些风险。11月20就是国际儿童人权日，立委民团站出来要求政府爱参考美国、英国，用法治来要求平台调整演算法，另外嘛爱修法、强化离校法和个资法，规范父母爱维护囡仔的安全，打造更较好的数位环境。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的警方追查4个月，抓到一个电信诈骗集团，因透过网络，爱民众来办起来电话甲网络，佮甲境外诈骗的电话信号来改做市话，来约敲电话诈骗。另外，台中又有民众伫抖音顶头交朋友，佮讲要汇钱予对方，加这是互银行甲警察阻止。关警伫胜利主嫌台中北屯的徛街外口卖货，趁嫌犯要出门时阵，赶紧抓人。中对了对啊，中人是对了。诈欺。对，好，走了。你做系统的。警方伫内底发现大批电脑主机甲相关设备，胜利嫌犯甲另外一个设定的嫌犯，伫网络坑广告，欠一民众申办市会或者是网络，佮甲申办一间智慧电信业者合作，将会境外来诈骗电话透过家己设立机房，加做一般的市会显示，利用非法维护系统对民众来诈骗。招募国内的民众申办市话、网路以及安装这个 IPPB Box 的设备，并由2类电信业者提供线路。那李贤呢，再用 BOS 3000建构地下化物的系统，提供境外诈骗的机房呢，将讯号落地，伪装成本国的市话来诈骗民众。警方8月开始发动失败搜查，清查出73个人头市会。最近4个月，发回量度高达40万通，被害者将近300个，财损金额超过3亿。警方抓到19人，其中设立甲设定的嫌犯，被依照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条例，目前被法院羁押禁见当中。其中有人透过抖音跨国乱害，结果是诈骗，差点汇钱给对方。对方以寄送美元返台定居为由，要求代缴税金12万余元。民警检视其通讯内容后，发现多数不合理，立即劝赎及汇款。警方17接到邮局通报，发现姓洪的回人手机通话记录，内容是简体字。回人表示，甲对方是透过抖音来交谈，对方请汇钱代保管美金，行员发现有问题，通知警方。警方提醒，对方若是讲到转销汇钱，或者是使用小号这事故，拢提高警觉，则被被骗。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月世界附近有一个粪扫山，是台南的业者去偷盗的。昨参料又搁发现讲，嘛搁互偷盗粪扫，检查嘛发现讲，又搁是台南的粪扫，嘛应该是同一个集团内边的。检方嘛已经查到高雄甲台南3间公司甲1间地行嘛传唤被告来说明，这些嫌犯嘛拢互羁押禁见咯。
怪兽将本所业就车高雄田寮高41线道山坡地，19半暝传出被偷倒大量的本所，差不多5公尺深。环保局找机构甲清洁人员规暝清掉13车处。民众他经过可能就是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启动那个里长里民。全民在一起，在一个帮忙我们寻岛。较困难啦，一个遐外所在，你我到去个了3更半暝，你该倒你嘛唔知啊。29偷渡地点本所已经清还，暗过抽藏1万具乱散的本所。经过环保局破地检查，发现本所甲17烟灶偷渡含共款是为台南来，可能是同一集团做的。后代检查发现残源是台南的垃圾，那研判为同一犯罪集团所为。环保局已主动立即调派人力积聚漏液来清理。那今日在上午再加派人力进行检视。因此，外世界2个山坡地17只野出，和台南清分业者偷渡大量家用本所，不到1礼拜，都发现早起离4.1公里的一个田寮山坡地偷渡，3个本所超过数百栋。高雄市府甲检方巡线已经锁定相关涉案的人员。检方跟警方都已经掌握特定的犯罪对象，一个都跑不掉。检方19、20伫台南高雄搜查涉案的3间公司甲1间地行，有提团款线索嫌犯等真侪名被告，查扣重型拖车顶。经过检方审问了后，认定线索嫌犯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向犯人申请加变更核准，搁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交通局最近要伫台南市美术馆的旅馆设 U-Bike 2.0的站，也毋过消防发现讲是使用路边原本行道树的空间，也毋过即马交通局是表示讲会来保留行道树的空间，改变设站的方式。台南市美术馆二馆边仔的人行道，原本应该是种几排的路树，毋过最近涂骹扫真侪所在用阿毛土空起来，原地种树仔的空间敢若剩1公尺宽。去环境志工投诉，这是无尊重生命的示范，是上歹的环境教育。站点设置啊，不应该设置在这些绿色的空间、绿色这树木生长的空间哦，尤其像现在在极端气候之下，这些空间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透水透气，然后又可以减缓城市的热岛效应。如果它已经一刚开始没有预留的话，那你后来要用的话，那我会觉得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再去处理。这个所在因为台南市交通局做公共自行车 U-Bike 2.0站点的工程去用质疑，台南市交通局回应讲，已经有邀请相关的单位会勘，目前这个站点会按规定保留种树仔的空间，袂影响树仔的生长，所来买铺连锁桩仔来护管，袂影响整体的景观。经过管方的同意，而且租用闲置的这个空地来设置这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站。那对于植栽的部分，我们有保留必要的这个树穴的这个宽度，在整体上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美观。公共自行车站点的设置，原底是要减少使用私人的运具，达到责任减碳、促进观光的目的。不过，环境志工认为讲，若是为了这来牺牲树仔的生长，破坏环境，根本是代志颠倒头做。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屏东大学民生校区新的太阳能防护球场已经启用了。屏东大学强调讲，校园有8成用电拢是用太阳能发电。校长嘛讲会阁继续打拼，望讲会当来加做一个无碳的校园。国立屏东大学民生校区太阳能防护球场19正式启用。这座球场大约4层楼高，有3座篮球场、3座排球场和5座的 tennis 球场，而且有全国大专校园上大的光电设备，装置有1322千瓦，预估一年会使发电158万度，等于减少748吨碳排放。球场唔但会当发电，嘛互学生运动更较舒适。给学生一个很好的那个运动空间，因为刚好在宿舍旁边，因为它遮蔽的效果其实不错。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新生，我也刚来这边，所以我来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盖好的球场，我也觉得很不错。
屏东大学对2019年开始推动光电结合运动设施，头尾完成滨乡、滨书和民生3个校区的风雨球场建设。民生校区是目前规模上大的一座，3个校区光电设备加起来，目前绿电已经占全校用电的8成。屏东大学校长表示，未来的目标是要做到100%的绿能。我们在屏东大学已经达到了这个80%的一个绿能的用电，全部的这个投资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这个5300的一个装置量，表示我们对于环境保育以及绿能的推动的一个用心。那未来我们会迈向我们零碳校园的一个规划。校长表示，希望新的风雨球场会使提升学校的体育环境，也吸引不少其他学校来参观。明年暗算要举办全国软式的tennis比赛，除了要做地方重要的运动场馆，也会当让选手做训练基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南投县政府今年要设10个智慧的公车站，甲9个智慧公车牌哦。除了有时间的显示，阁有上车的服务铃。昨南投草屯的大观站已经启用了，咱做伙来看卖。民众在公车站苦苦啊等，唔知影车什么时阵会来。南投县政府拜三启用草屯大观站智慧单车亭。内底有公车到站资讯看板，会显示公车当时会来。启用第一天，民众煞拢还阁伫20公尺远，规车牌啊单车。不要用，我都唔知影，唔捌听人讲。因为其实公车不会停在那边，因为它前面就有一站了。那它是蛮方便的，因为它可以就是按那个招手铃。南投县府讲，智慧单车亭除了有公车到站资讯看板，有椅仔、车护甲照明设施，另外摇装坐车服务灯市流，民众只要持市流，顶啊顶悬的 LED 灯就会到，提醒公车司机这站有人要坐车。我们候车亭里面都会有设置这个夜间照明设施，还有即时到站资讯跟服务铃。南投县府表示，明年至少会各增设28个智慧单车亭，也是站牌。也若针对目前大观站的智慧单车亭无人使用的状况，县府讲11月底进前会伫原本的车站打告示，让民众知影车牌已经刷位，也会在12月初请客运业者把原本的站牌拆掉。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台湾老人的人口是愈来愈多，也毋过用旧的马桶嘛是比用济较济。有立委就请日本的专家做伙来讨论，望讲会当透过日本的经验来做改善。台湾目前是超高龄化社会，也毋过台湾的公共便所也是旧的马桶占多数，是大人要去是真正难。但是像日本今嘛拢总是坐马桶咯。拜四有立法委员招日本的专家来召开座谈会，希望照日本的经验来改善台湾的公共便所，毋但互老大人在使用的时阵更较利便，也会当互来观光的游客对台湾有较好的印象。因为蹲式马桶它的这个抵抗力很不好，每个人都会拍巴肚了。拍巴肚一蹲式以后，炸开以后，这个环境就脏了。日本便所协会就分享讲，因伫咧转型的过程嘛有遇到困境，也透过提供马桶自助来消除民众对坐式马桶的卫生疑虑。嘛指出坐式马桶伫咧摒扫的时阵嘛摒会较会清气。另外也有提供日本的政策规划，互台湾做参考等等。咱的交通部观光署是表示，已经有甲22个县市开会讨论，未来会规划相关政策来落实较好的便所文化。和式が様式になった公共トイレとか駅のトイレが様式になった理由の一つは、メンテナンスし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つまり紙が詰まっても、すぐ補修ができると、詰まりを除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構造的にそういうことで、洋式のトイレは、排水の関係でなかなか詰まるとですね、対応がしにく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观光署自己负责的观光风景管理区啊，这块会优先来推动啊。那这件事情更是我们的门面嘛。那我们现在大概第一个是目前同时还有高龄化的这个需求的问题，所以观光署现在目前在推进所谓的厕所，就是从蹲式提升到坐式的这个部分，大概会朝向3:2逐步的去调整。另外，伫咧改善便所卫生环境的部分，政府相关单位是表示，会搁进一步来研究甲推动，希望互社会大众拢会当有搁较好的便所使用品质。记者陈新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来看云林北港的朝天宫乌面山马展开10天的南岛巡礼，今仔是到台南哦，这嘛是乌面山马伫1916年让109天，搁再来到府城，所有真侪民众哦，拢去拜拜求平安，现场是热闹滚滚，咱做伙来看卖。沿路落车鼓声闹猜猜，来看老街伫车路的民众嘛徛几排，拢是为着来看云林北港朝天宫乌面山马的风采。这回庙方罗南沿古城路对11月15起价绕境，展开南岛巡礼连续10天，对嘉义关沿台南山线南巡，20进入市区，上千个民众来到老街兼向妈祖祈求平安。保庇啊，就平安啦。为全家平安，啊，就报一个自己好药，啊，就全家平安安尼尔啦。咱袂要顾啥，刚好今天放假，就来带阿妈来，所以我就欢喜的啊。安怎讲？因为看到妈祖就欢喜，就感动的。因为这个旧历捌登过，后来北港朝天宫甲台南大天后宫两边圣徒拼世界历史连结吹转来，这回大规模巡礼。主要是乌面山马性格担任主巡，对1916年后让109天头改乐府城，嘛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嘛对旧城区延伸到整个大台南17个行政区，活化古都乡路伫现代意义。从来不出门的，只有在北港而已。但是早期沿河就有记载在清朝是在因为山马的府城，因为我们把历史恢复了风华再现。北港嘛非常慈悲除了行到旧乡路了后，嘛会行到拄即个天然灾害较严重的即个区域啦来互咱的即个灾民来互因感觉讲心灵上得到安慰安尼庙方沿路嘛发香火袋啊，另外嘛有侪人伫庙埕等妈祖銮轿要到位的时，但要软脚卡。北港朝天宫罗南，毋但是宗教圣事，更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朝天宫董事长讲，今年南部受到真侪风雨的损害，因希望透过南巡，毋望透过妈祖的保庇，祈求国泰民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人讲鹦鹉二唱三面哦，头名就是乌仔鱼哦。伫嘉义县的东石乡有渔民伫外海掠到一只3.3公斤的野生的乌仔鱼。渔民讲哦，会当伫这个季节掠到这款这么大只的乌仔鱼，实在是一件真好运的代志。渔民使渔船甲掠到鱼仔的网仔救起来了后，意外掠到一尾一尾的丁乌，其中佫有一尾超过1个人手的长度。重量有3.3公斤，听讲当中有人出海掠到野生的丁乌，嘛成真侪人赶要来买这种罕见鱼啊。台北几乡行开始就拢有啊，伊到2-3个的时阵，拢上大尾，一尾10几公斤的，阮遮咧掠啊。它稀少是一部分，它数量少是一部分，主要是它真的好吃的。越大只越贵，如果5-6公斤以上，一只都算万块，然后10几公斤的现在也很贵。运到市场的这尾丁乌，用1公斤1,500的价销，最后互人用超过5000块来买回去。餐厅业者就表示，人讲鹦鹉2抢3变，这当中的乌就是讲这种当贵上贵的丁乌鱼。像这个季节来就是丁乌最棒的，伊个季节这丁乌咧食，肉种幼鱼足香的，伊个口感咧食起来不一样。渔民表示，东北季风的时阵是丁乌较会活动的季节，即个掠到3.3公斤无算介大，较早伊佫捌掠过13公斤。即马海的鱼仔也袂大尾，都拢已经互掠去。要佫会当掠到遮大尾的丁乌，除了爱看天气，佫需要真侪运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佫有咱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也毋过这是地方政府支持的。高雄市员张本阳伫议会质询的时就提出讲，望中央会当来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人事，嘛市长陈其迈嘛签名支持。市长嘛表示讲，不管是啥物语言，中央应该爱用国家的力量，提供同款的尊重甲保护。作为100万台语使用人口的城市，我们的高雄市长是不是能够支持陈宇在中央有一个台语的专责委员会？提出特别作为人事司，爱市长陈其迈针对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来表示意见。高雄市议员张捧强20质询提出，高雄即阵有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不过所有经费拢是地方教育局家己出的。那甲旧中央单位支持的客语原住民实验学校比起来，那经费有差别，嘛有恶缘
续的风险。张鹏勇认为，中央必须要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来带头推动。台语是安那愈来愈少人咧用，因为安那，因为伊无迄个使用环境，啥无迄个使用环境，因为伊无伫工课顶悬去用使用嘛，所以咱的台语必须要有一个专责单位伫中央的时阵，伊会创造台语的就业人口，伊会创造台语的相关的研究，伊会创造台语相关的媒体遮的环境，咱才有法度来继续，互即个语言伫台湾去用保存。针对议员的质询，市长陈其迈是先甲连署书收起来会后才正式签名。陈其迈表示，有人讲母语点厝学得好，这是唔对的。若无语言，就无法度传承文化。每一种语言拢爱受到公平的对待甲尊重。伊支持中央爱有专职单位来推动台语文的发展。所以你支不支持中央应该要有专责单位，市长？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央也能够以国家的这个力量，能够不管在对于各式的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跟保护。福建语言唔是单单是学校的代志，这嘛包括讲咱传播媒体啊、数位科技、公共服务，甚至是家庭教育所以咱这个委员会级数都要有够，才通整合跨部会的资源，互台语政策通符合咱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才有这种长期10档、20档的思考。唔但要求市长爱表态，张鹏勇强调，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要参选高雄市长的人，拢爱提出台语的推动政策，向中央争取成立台语委员会。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今仔北部宜兰花莲温度是20度到22度，中南部台东高温会到25度到27度。另外，基隆北海岸宜兰有花莲有大台北的山区会落淡薄仔雨，桃园以北台东有恒春半岛嘛有可能会落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